对中国甲东南亚来新住民是台湾目前第5大族群。为了要让新住民学习数位技能，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嘉义县服务站办理纪录片课程。来上课的新住民表示，这课程让因会晓使用摄影的设备，以后就会当翕影片，甲台湾的点点滴滴传予故乡的亲人看。教翕影片的老师伫新住民的学习地点分享使用数位设备拍影片的知识。第一届接触较完整的影片制作课程，大家新住民唔但上课真认真，嘛感觉真心实。我来这里学习这个摄影课程，就是记录我在台湾的生活的点点滴滴，让在远方的家人知道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因为咱社区的民众可能对新住民还无遮了解，好，要安怎拍片，要安怎主家爱当展现因的多元文化，会让用这种方式来咱知影讲因的文化是啥物。嘉义县移民单位表示，新住民已经是台湾第5大族群。县府甲民间团体合作，伫新住民的服务据点开办课程，除了增加新住民的社会参与，嘛提升因的数位能力。我感觉这真有意义啦！伊一寡生活吼，会使互因等于因家己的像越南啊、印尼啊，因家己的国家的亲友看，嘛会使互咱台湾的朋友看咱遮新住民的生活过程，把我们每天的生活记录下来，寄给妈妈看，每天她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在台湾的生活，让她更放心，不会再担心我们这样子。协助新住民的民间团体台湾爱延续协会表示，新住民为国外来到台湾，为语言、生活甲文化，各项拢爱学，透过学翕影片，让新住民利用镜头记录生活，嘛会当家伫台湾的一切，透过因的影像传达去故乡，互亲人看。给一个互外国人认捌台湾的机会。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